皇上翻嚟之後，我呢個麗妃仲可唔可以繼續做落去啦？既然我都走唔甩咯，我就要你死先過我。點解你要令到宮入邊嘅人，所有人嘅心都要向住你啊？點解個個都要讚你啊？咩說好話，做好事，存好心，我呸！你無謂再講埋你嘅歪理啊！本宮所講嘅句句都係道理啊！喺後宮之中，個個都係爾虞我詐，各懷鬼胎，所有嘅奴婢都係爭權爭上位。做妃子嘅就要爭帝寵、爭愛憐，喺宮入邊根本就唔會有真感情，有嘅只係虛情假意。我要金陵會輸俾你，只係因為一個字：混。你錯啦，你係輸喺個心字，因為你心懷怨恨，不擇手段，只令人心背向。你係俾自己嘅歹心所害，一切與人無尤啊！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啊！咩報應，咩天譴，全部都係假㗎！我話俾你知，你同你娘親一樣，都係咁蠢啊！你講咩啊？你都就嚟中毒身亡，我就話俾你知，等你死都死得眼閉。你娘親當年係因為鳳凰一血而死，其實係我之前一晚偷睇金釵，嗰滴蠟係我滴落去㗎。你娘親都知㗎，佢唔單止唔告發我啊，仲叫我同你做對好姊妹，要互相扶持喎。呢啲咪就係婦人之仁，愚不可及咯。我諗佢點都估唔到，佢自己累死埋個女啊！你真無藥可救啊！無藥可救嗰個係你啊！你好快就可以落到黃泉，同你娘親見面㗎。皇上駕到！皇上，三號，同朕捉住佢。遵命。皇上，你嚟得太遲啦！劉三好已經服咗毒，你等住同佢收屍啦！即刻同朕傳御醫。係。啟稟皇上，德妃娘娘並冇服毒啊！奴婢助紂為虐，悔不當初，所以冇聽麗妃娘娘吩咐，係出毒落毒，害壞德妃娘娘啊！所以祈求可以將功補過，求皇上恕奴婢死罪啊！錢飛燕，你出賣本宮！娘娘，係你搞我噶嘛？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。凡事要適時務，要可方轉託。奴婢咁做都係求保命嘅咋？你竟然壞本宮大事，